喺香港使錢食飯，簡直係使錢買難受，飯都未淹落去，杯入邊嘅奶茶都未飲晒，服務員就跟趕賊一樣將你往外轟。唔通食客嘅錢就唔係錢啊？連最基本嘅尊重都冇。呢種趕客文化簡直離譜到極點，正喺度親手毀掉香港餐飲業嘅未來。最近喺長沙灣發生嘅一宗冰室趕客事件，真係令好多香港本地人心寒啊！件事其實好普通，但正因為普通，先至說明呢種惡劣嘅服務態度已經滲透到咗每一個角落。就喺幾日之前嘅一個傍晚，下晝5點47分，有一名食客同朋友約好咗去長沙灣一家幾出名嘅冰室坐下。當時佢哋特登揀呢間鋪，就係因為睇中店入邊卡位多，覺得坐得舒服，可以安安靜靜咁同朋友聚下舊。大家心知肚明，喺節奏咁快嘅地方，下午茶時間叫個套餐，坐喺卡位入邊傾下偈，係工作之餘最難得嘅放鬆啦。佢哋入座嘅時候，啱啱係下午茶同晚市交接嘅時間點，本嚟諗住趁呢個時候避開人潮，點兩個實惠嘅下午茶餐，既可以慳翻啲錢，亦都可以有個好心情。可惜呢份好心情並冇維持幾耐，飯菜先至啱啱上台冇幾耐。正當呢兩位朋友傾到興頭上，準備好好享受呢餐飯嘅時候，嗰種令人窒息嘅催促感就嚟啦。服務員開始喺佢哋張台隔離頻繁咁行嚟行去，嗰種眼神唔係喺度睇客人有咩需要，而係好似雷達咁死死盯住台上面嘅餐盤。只要食客放低筷子講句嘢，服務員就即刻湊上嚟，恨不得喺嗰一秒鐘就將個盤搶走。呢種光速收碟嘅做法，老街坊都明，呢個就係無聲嘅逐客令。喺香港餐飲界簡直係心照不宣嘅潛規則。每一次收碟其實都係喺度俾你壓力，喺度提醒你食完未？食完趕快走。最離譜嘅係當時呢位食客盤入邊仲有一大塊豬扒未喐過，杯入邊嘅凍奶茶亦都剩翻大半杯。正常人食飯總要有一個節奏，尤其是下午茶，本嚟就係為咗消遣，但服務員顯然已經等唔切啦。嗰種催促嘅眼神演變成咗直接嘅行動。冇過幾耐，服務員竟然直接行到台前面，用嗰種冰冷又生硬嘅語氣話：而家嘅下午茶時間已經過咗，我哋要準備做晚市啦。呢個嘢聽喺食客耳仔入邊，簡直就好似俾人當眾打咗一巴。佢哋即刻睇咗睇手錶，當時先至6點30分，由入座到被趕，一共先至過咗43分鐘，唔夠1個鐘嘅時間，連食物都未食晒。服務員就用呢種態度理人。食客抬起頭，見到嘅係幾名服務員毫不掩飾，咁眼啤啤嗰種嫌棄嘅神情，好似喺度講：你哋兩個食幾十蚊套餐嘅，唔好喺度阻住我哋賺大錢。更令人生氣嘅係，呢位食客觀察咗一下四周，餐廳當時根本就冇坐滿，仲有唔少空位，門外亦都冇人排隊。喺呢種完全唔缺位嘅情況下，餐廳依然要用呢種極端嘅手段將客人趕走，呢個到底係咩道理？餐廳門口冇寫有時限，餐牌上亦都冇注明，服務員落單時更冇提醒。呢種毫無禮貌、缺乏基本職業道德嘅行為，真係令人忍唔住想鬧一句離晒大譜。呢個已經唔係簡單嘅效率問題啦，呢個係對消費者人格尊嚴嘅漠視。你開門做生意，食客入門就係客，點可以因為到咗所謂嘅晚市時間，就將仲未食完嘅客人當成垃圾一樣清理出去？呢種事件喺網上曝光之後，瞬間引爆咗香港網民嘅怒火。評論區入邊嘅留言幾乎係一面倒咁喺度討伐呢類餐廳。好多市民感嘆，而家嘅香港餐飲業真係變晒。以前嗰種街坊鄰里嘅人情味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嘅係冷冰冰嘅翻台率。大家紛紛吐槽自己經歷過嘅類似遭遇。有人話喺第二啲茶餐廳啱啱飲完最後一啖湯，服務員就直接將張單拍喺台上面。仲有人話服務員會一邊收碟一邊大聲咳，或者喺隔離專登將洗好嘅碗筷整到崩崩聲，目的就係要令你覺得唔好意思坐落去，
呢種日積月累嘅積怨，令香港人對本地餐飲業嘅耐心逐漸耗盡。其實呢種趕客文化嘅背後，折射出嘅係香港餐飲業長期以嚟嘅一種病態心態。喺好多老闆眼入邊，食客唔再係需要用心對待嘅人，而係一個個喐動嘅銀包，或者話係霸住個位嘅障礙物。佢哋過度追求極致嘅利潤同埋翻台率，覺得下午茶呢種低單價嘅生意可以趕走一個得一個，趕快將個位騰出嚟俾食晚市正餐嘅貴客。但係佢哋忘記咗服務業嘅根基係口碑。你為咗嗰幾十蚊嘅利潤差距，卻喺呢一刻徹底得罪咗一個甚至一群潛在嘅回頭客。呢種殺雞取卵嘅經營方式喺以前經濟繁榮、遊客爆滿嘅時候可能仲頂得住，但係喺而家呢種市場環境下，簡直係喺度自尋死路。好多人開始攞香港同深圳做對比，呢種對比係非常殘酷且現實嘅。點解而家每逢週末，幾十萬香港人寧願排幾個鐘頭隊都要過關去深圳食飯？唔通真係因為嗰度嘅嘢特別好食咩？唔完全係，更多人係為咗嗰一分難得嘅尊嚴同埋服務。喺深圳嘅餐廳，哪怕你只係點一壺茶，服務員都係笑臉相迎，會主動問你需唔需要加水，絕對唔會因為你坐得耐少少就俾面色你睇。而喺香港，你使咗更多嘅錢，卻要承受嗰種好似被監視一樣嘅用餐環境。呢種巨大嘅相反，令香港餐飲業嘅短板暴露無遺。而家嘅香港餐飲業確實面臨好多困難，租金貴、人工高、食材成本上漲，呢啲都係事實啦。但係呢啲困難唔應該成為服務態度惡劣嘅遮羞布。生意難做，唔通唔係更應該提高服務質量嚟留住客人咩？而家嘅邏輯竟然相反咗，因為生意難做，所以要更狠咁壓榨每一張台嘅價值，哪怕係將客人嘅面皮踩喺腳底下。呢種惡性循環，最終嘅結果就係更多嘅餐廳關門大吉。好多網民講得好，與其喺報紙上嗌救市，嗌大家留港消費，不如先反思一下，點解大家都唔願意留喺香港食呢餐受氣飯？呢種只講翻台率，唔講人情味嘅做法，正喺度將香港多年累積落嚟嘅餐飲文化毀於一旦。曾經嘅冰室同埋茶餐廳係城市嘅靈魂，係鄰里之間傾下偈、講下笑嘅地方。而家嘅佢哋更似係一個個冷冰冰嘅快餐加工廠，客人被趕住食、趕住走。如果呢種文化唔改變，如果管理層繼續縱容服務員呢種厭世式嘅服務態度，咁香港餐飲業嘅未來真係令人擔憂。大家使錢係為咗享受，唔係為咗受氣。當所有嘅食客都感到呢種離晒大譜嘅時候，咁就說明呢個行業嘅根已經爛晒。講到底，餐飲業唔單止係賣嗰一碟豬扒，賣嘅係一份難得嘅鬆弛感。當呢種鬆弛感被粗暴咁剝奪，食客自然會用腳投票。而家嘅香港餐飲業咧，似乎陷入咗一個怪圈啊！老闆抱怨請人難、租金貴，員工抱怨工時長、壓力大，於是所有嘅負面情緒最終都宣洩喺咗嗰個最無辜嘅人俾錢嘅食客身上。呢種黑面服務已經成咗一種惡性循環嘅病灶。我哋習慣咗香港嘅快、準、狠，但係快唔代表可以冇禮貌，狠更唔應該用喺自己客人身上。如果管理層依然只係盯住嗰啲翻台率，咁服務員呢就只會變成冷冰冰嘅清理機器。服務業嘅本質係人而唔係位。喺追求極致利潤嘅同時，唔見咗嘅係一個城市嘅溫度同埋品牌。嗰啲正忙住北上深圳尋找尊嚴感嘅港人，其實俾本地業界敲響咗最響亮嘅警鐘。如果有一日連土生土長嘅香港人都唔再願意行入樓下嘅茶餐廳，咁美食天堂嘅招牌就真係只剩翻歷史塵埃啦。唔好俾嗰句唔好意思，我哋要準備晚市變成香港餐飲業嘅最後一句墓誌銘。想留住客人嘅心，首先要將佢哋當人睇，而唔係當成阻住發財嘅障礙物。
喺香港使錢食飯，簡直係使錢買難受，飯都未淹落去，杯入邊嘅奶茶都未飲晒，服務員就跟趕賊一樣將你往外轟。唔通食客嘅錢就唔係錢啊？連最基本嘅尊重都冇。呢種趕客文化簡直離譜到極點，正喺度親手毀掉香港餐飲業嘅未來。最近喺長沙灣發生嘅一宗冰室趕客事件，真係令好多香港本